人讲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伫嘉义市有一个机关已经过身，不过伊有一位女性的朋友，却一直住伫机关研究室甲会馆，这时间一住就是住20年。虽然议会强调水电钱大办瓜有该讨倒转来，人也搬走啊，不过检方即马是要查，看敢有违法侵占的情形无。议员都来这边，规规定先看到小型办公室，另外一边是房间规空间有2套位的设备，是嘉义市议会议员研究室，提供予议员休困也是参详议事。不过好像有研究室，互人登记占用。那其实我们那时候议会就有通知我们，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就是做公务上的使用。无事，我前几日也无外口用房间咧。有议员讲，使用前议会就通知间内当用伫公务袂使断。议会是讲4月中得讲登记占用的时阵，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互人追讨不当使用费64000，人已经搬走。赵姓退休员工目前已经没有在住在这边，拍到是他有在议会出入，但是他没有在居住在这里。查某囡仔身份好亲像就是嘉义市已故议员黄正南的朋友。黄正南的查某囝黄路辉目前是现任嘉义市议员。推测查某囡仔大的期间，为黄正南担任议员期间，一直到黄路辉上任，是不是有牵涉到不法？嘉义地检署已经分他日案调查。之前，本署因并未接获检举或者申告，故无相关案件。自该报道之后，本署业于日前签分他案侦办中。面对这个黄路辉拒绝受访，不过顶个月捌出面回应，所有指控拢是无影无迹，无占用研究室，嘛无不当得利，也怀疑是因为党内立委初选的选举温婉，互人乌白无实在指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